Hello 啊，同學仔，咁我係 Miss Wolf 啦。咁咧，我哋今次咧就抽咗一啲咧唔同小學試卷嘅，比較常見會出錯誤嘅題目咧，就攞出嚟講解下。咁但係錯誤個意思咧，即係唔一定係佢計錯數，可能係咧唔係好識個正確方法，或者係睇錯題目，或者咧係唔知道個題目嘅重點係乜嘢。咁所以咧，我就會先講解咗佢個正確嘅方法先，再咧提翻大家，通常見過同學錯嘅係點樣錯法，咁就希望咧可以避免呢啲錯誤啦。咁譬如呢一個啦，又係喺某間小學嘅卷度抽出嚟嘅，咁就一齊睇下啦。因為我哋而家係講緊五年級上學期初期學嘅唔同課題咧，會出現嘅錯誤。咁所以呢啲題目咧都係相對簡單嘅，但係因為大家初期學嘅時候咧，都有機會係好簡單嘅題目都已經做錯咗啦。咁所以都要講下嘅，即係譬如呢個第二條。咁咧，佢就話圖形呢個係一啲嘅圖形面積嗰啲課題啦，或者咧佢俾一啲嘅圖形你，叫你咧畫翻佢嘅對應高出嚟。咁舉例啦，平行四邊形咧，如果佢畫呢個係底咧，佢話以虛線畫出它的對應高。咁大部分同學都識做嘅，即係知道咧對應高咧就係要互相成直角嗰條線啦。所以好多同學咧都會畫正確嘅，用虛線畫翻呢一條線。咁但係三角形呢度咧就有啲同學啱，有啲同學錯嘅。咁正確嗰個方法咧應該係呢一度畫一條互相垂直嘅線啦。當然到時你哋要用虛線去表示啦，即係拉出嚟呢條先算係高嘅，得唔得先？即係呢條。咁但係亦都有啲同學咧係錯過咧，佢係會咁樣畫嘅，佢唔係好知道咩叫高。咁佢就覺得呢度唔夠位咧，佢就索性喺入邊畫一個互相垂直啊嘛，咁咪互相垂直，但係唔夠位畫晒咧，去到最尖端個位，咁佢就求其喺中間畫咗就算啦，咁就會扣咗2分嘅。咁所以呢啲咧過咗1個月、2個月之後，冇可能會再成日錯噶啦，因為如果你連呢啲都唔識計嗰個高咧，其實你都唔會識計嗰個圖形面積嘅。咁所以呢啲係最初期曾經見過嘅錯誤啦，咁大家就要小心啲啦。咁但係如果係一啲比較簡單嘅圖形咧，就大部分同學都識畫嘅。譬如如果佢係咁樣直角三角形就唔使問啦，呢個係底嘅話，呢個一定係嗰個對應高啦。咁如果係好似咁樣，即係咧佢個底係呢度，咁如果叫同學咧畫翻個對應高咧，就個個都識咁滯噶啦。因為呢度有足夠嘅位置去畫一個對應高嘛，咁所以呢類題目咧，佢係特登咁問嘅，因為呢度唔夠位，所以咧大家要記住，如果你要畫嘅話咧，都係要喺最高個位拉翻條直線落嚟，咁就喺出邊畫一條虛線咯，係啦，即係都唔好睇少呢啲題目，都有2分嘅，咁你畫一條線畫錯咗就冇咗2分，就好唔抵啦。有啲短答題你計好多嘢都係得2分嘅啫，咁所以畫線已經係算係最輕鬆噶啦。咁跟住又係啦，呢個係第2份卷嘅即係一個題目啦。佢就話咧有2個正方形組成嘅圖形，佢嘅周界咧分別係即係呢2個正方形分別係16cm 同24cm。咁空白部分嘅面積係多少 cm 咧？咁呢度要解釋下，通常同學會錯啲咩咧？就係佢呢度已經好好啦，特登間低同埋煲咗即係粗體啦，嗰個空白部分，叫你哋咧留意下佢係問緊呢樣嘢。咁由於呢份卷咧，呢條題目其實陰影部分係呢一個嘅，所以咧好多時如果同學冇理到呢4粒字咧，就會出現咩情況咧？首先，如果識方法嘅同學已經好叻啦，即係話佢仲記得小四嘅嘢咧，周界如果係16嘅話，即係話呢度邊長係4。如果大正方形周界24咧，即係呢度邊長係6，好冇記先？咁即係話咧，如果要計陰影部分嘅三角形面積，
就係底乘高除2啦。咁即係6加4，10。咁有啲同學咧就係成日錯呢啲嘢啦。佢一計完之後就唔記得咗，要睇翻究竟題目係問緊啲咩咧？再加埋如果有啲學校佢唔特登揀低呢4粒字，同學就會直接將呢個當係答案噶啦。10乘3，咁就圈咗 B，咁就好唔抵嘅。咁兼且咧，呢條都唔簡單嘅，因為咧計呢個三角形就好容易，但係如果要再計埋空白部分咧，係要做多好多嘢嘅。咁由計一計先啦。首先空白部分咧，係咪應該兩個正方形夾埋嘅面積再減翻呢個三角形啊？咁所以咧，應該條式係咁列嘅。即係6乘6加4乘4啦。呢啲係小四學過嘅嘢，再咧減翻頭先計到嘅三角形面積，咁即係咧得唔得先？係咯，16加36，再減翻30。咁你可以心算快啲嘅話咧，即係話36減咗30先啦。雖然我哋話先計咗括弧嗰度，但係由於咧呢度減咗先係冇影響嘅，即係嗰個次序。咁即係話咧16加6係咪22啊？16加6就係22啦，咁就 A 啦。咁所以咧，佢特登嘅，即係選擇題又係唔好以為一定好簡單，即係覺得點都會撞中啦。佢就係特登咧，會將一啲容易俾你揀錯嘅答案咧，都擺埋一齊。咁如果有啲同學計完三角形忘記咗你自己係做緊乜咧，你就會揀咗30係個答案 B，因為見到咁巧計完之後又有呢個答案嘛，咁就誤以為咧，即係既然有得揀都係啱噶啦，咁就揀咗 B 啦。咁但係原來佢會係話咧空白部分，咁即係又要減翻呢個30，就係22。咁所以 A 同 B 咧都有唔少同學揀嘅，咁但係 A 先至係啱嘅，得唔得先？兼且咧 A 咧，你係要計多啲嘢，即係混合咗小四嘅已有知識，再咧加埋啱啱新學，可能咧9月份、10月份教咗三角形面積啦，就要加埋呢一個減翻三角形面積先至計得啱嘅。再提埋大家咧，呢啲題目咧，如果考試嘅時候選擇題算係短答啦，得1分鐘時間做嘅啫。咁所以我哋嘅目標咧，就係咧，你又要識個方法，又要計得啱、計得準，之餘咧，你個時間管理又要係1分鐘、2分鐘之內嘅，咁先會攞足分啦。係啦，即係唔同嘅小學咧，嗰啲卷咧，其實你會發覺咧，啲題目係有重複性嘅，即係佢可能係啲數字唔同咗，或者咧係啲情景啊、文字唔同咗，咁但係唔同嘅小學出嚟出去都係嗰啲噶啦。咁所以咧，我哋越睇得多咧，就會越熟習。咁又睇下呢個通常學仔會錯啲咩啦？譬如佢呢個又輪到係代數嘅題目啦。咁咧，我真係見過有啲學校係捉得緊啲嘅，即係咧，有啲同學就覺得，譬如代數，咁佢話媽媽有醫院買牛肉用咗24蚊，買蔬菜用咗13蚊，剩翻多少元咧？有同學真係咁樣答過嘅。咁咧，大家都會猜測咁樣寫都冇錯啊，係咪都會攞到分咧？係真係冇分嘅，因為我見過真係咧，學校啲卷係會交叉咗你扣晒2分，就算你呢個理論上係啱啦。咁咧，佢係想你做啲咩咧？原來佢係想你咁樣喎，一定咧要組合晒。你減完24再減13咧，你係要減37呢個代數式嘅題目咧，先至有足2分。咁所以咧就好蝕底啦，大家唔會唔識呢啲加減數啦。咁你要攞足晒2分，其實都好容易嘅事咯，即係你小心啲就 OK 啦。E 減37，咁唔會有人唔識計啦。咁你寫多一步就已經有晒2分。你懶咧照抄，咁就冇晒2分啦。時間上都差唔多嘅啫。即係所以就係咧，要提一提大家，通常容易錯嗰啲係乜嘢嘅地方咯？有啲就係佢個方法難。
即係佢個方法唔簡單，所以咧大家唔識個方法容易計錯。有一啲咧就係太簡單啦，但係你預計唔到原來咁都當錯嘅，咁所以就要小心。原來學校嘅評分準則係咁，我哋就要避免咧，唔好特登寫一啲擺明俾人扣分嘅嘢咯。有冇 OK 先？跟住咧，又到小五上學期咧，都經常性會見到，即係唔好話小五上學期啦，其實成個小五小六咧，都會咧成日見到啲卷咧，可能間唔中攝一條2分或者4分嘅已有知識，即係方向呢啲題目啦。咁呢啲理論上咧係小學3、4年級已經學晒嘅啦嘛，但係你會見到咧小五小六都係間唔中會攝1、2條呢啲題目係會繼續考嘅。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即係話咧，你以前識咗嘅嘢，你都係繼續要保存實力，即係唔好咧去到小五小六，你好艱辛地計一條超難嘅，都係得嗰2分或者4分，咁咧就已有知識2年前已經識咗嘅，反而咧俾佢扣咗2分或者4分，但係又唔係真係唔識計嘅，係咯，即係考試係講整體嘅策略同埋你所有嘢夾埋係最佳狀態咯。咁我哋睇一睇呢個通常同學會錯咩啦？相信冇人會唔識方向啦，即係你升到上小五小六，冇可能完全唔識嘅。首先你最基本就會知道東南西北啦。咁咧通常容易嘅嘢咧，即係世界冇咁美好噶嘛，咩都俾你睇完就即刻識答嗰啲嘢，咁個個都100分啦。即係容易嗰啲，佢一定咧係會用啲刁鑽啲嘅方法去問嘅，即係好興係咁噶啦。尤其是你預算到你高小，即係小五小六啊，都唔係低年級啦，咁佢唔會成日都咧將啲低年級嘅嘢繼續用啲好直接嘅方法問你噶嘛，咁就唔需要特登考啦。如果係咁，咁所以咧佢就話，譬如呢個小慧喺球場嘅咩方咧，大家好自然當然咧會喺呢度畫一個標誌先啦，東南西北。咁咧最容易錯咧就係大家即刻就當咗係西南方，咁就好自然寫咗西南。好，咁呢度有咩錯咧？大家意唔意識到啊？都有一個小陷阱位嘅，因為咧佢特登用一個唔太明顯嘅方法咧，想提一提你，佢個北邊咧唔係直接喺呢邊，但係有時咧你掛住考試諗緊其他嘢咧，其實即係時間緊迫啦，或者你趕住想計後面嗰啲題目啦，你就會忽略咗成個圖究竟係有咩重點嘅。咁原來佢呢度特登咧，佢又好衰喎，佢唔係喺呢度寫咁樣北，咁就大家都睇到啦。佢特登咧，擺喺左下角有個指南針，咁寫咗個北喺度，已經提咗你啦。又特登喺呢度畫個北嘅箭嘴，但係唔寫個北字。咁但係就問緊你球場嗰度，咁有好多同學直接就會寫西南咯，好自然嘅事。所以咧，如果有留心少少嘅話咧，其實就係你本身呢度係北，你就要跟翻呢個畫翻個北字，咁又要重新排列過啦，即係東南西。所以咧，係咪東北方啊？咁呢條咧，你如果問10個同學咧，10個同學都識嘅，錯咧通常就係睇漏嘢或者睇錯咗個方向，即係冇可能唔識東南西北噶嘛，你畫都畫得出啦。所以呢度又係一睇漏咗呢粒字咧，或者呢個小箭嘴咧，就成條減晒2分。但係呢啲嘢係2年前大家都識噶啦，即係小學3年級都開始教方向啦，甚至乎係小學2年級。係啦，但係你會發覺低小嗰啲就好直接噶嘛，即係咩都好似餵埋俾你嘅，嗰個箭嘴向邊度就問你，邊個係邊個嘅咩方向，所有嘢都近乎照抄咁滯。但係小五小六佢出得咧，一定係有啲特別啲嘅嘢問你先要考啦。咁所以都係小心啲，又攞足晒2分。即係如果你呢個冇睇錯嘅咧，基本上30秒都攞晒2分啦。或者你就咁寫完東南西北，跟住心算。幻想一下，呢度原來係東北方，即係可能10秒都做完啦。好，跟住咧，有啲都係新嘢，咁我逐樣講下啦。即係又係講咗正確方法先，再講下通常咧同學試過錯啲乜嘢。
譬如第13啦，又係某一份卷出過嘅題目啦。咁咧，佢就話上面呢張數字卡代表一個5位數，將呢個數咧取至近似值係千位之後咧，就係6萬。咁咧，大概係開咗學之後9月份咁上下嘅時間咧，就會較多位數噶啦，或者取至近似值，都算係其中一個最簡單嘅課題嚟嘅。即係成個小五嚟講，你諗下有圖形啦，圖形面積，有呢個份數、代數啦、方程嗰啲啦，咁唔寫晒啦。同埋份數，其實加減乘除都會教晒噶啦，成個小五。跟住仲有體積啊、容量嗰啲，咁咧多位數已經算係好多課題當中其中一個最容易嘅課題啦。或者圖形面積咧都算簡單嘅。咁係咯，即係你通常會錯咧，都係最初期嘅時候唔熟悉個方法先會錯嘅啫，即係冇咩嘢要計嘅。咁我哋睇下佢講咩啦。佢就問你咧，星代表嘅數字最少係多少？諗咗個方法先啦。如果咧佢要係取自千位，即係取自呢個位啦，個十百千萬，咁呢個係千位。咁如果九字呢度咧，你就幻想一下啦。如果你要四捨五入令到佢變成6萬咧，即係呢個數字一定要係大概等於5咯。因為如果你咧4或以下咧，即係呢個符號大家未學嘅，不過應該都睇得明。細過或少於4就會係繼續，唔會令佢進一咧，都會繼續係59000。但係咧，如果係5咧，即係呢個5，咁你會進一啦，就會係6萬。咁所以咧，最少的好多時咧，我填咗先。呢個星星係代表最少嘅數字，應該要係5。咁有啲同學通常會錯啲咩咧？就係佢冇理到佢呢個最少呢個字，佢覺得總之5或以上就 OK 啊。佢中意填6又得，7又得，8又得，咁佢以為係6、7、8都得啦。咁應該係話咧，佢要係最細嘅可能性，所以就係5啦。咁因為四捨五入個概念咧，就係你5或大於5就會係進一啊嘛，所以5、6、7、8都得，即係5、6、7、8、9。咁但係佢一有最少呢個字，你就只可以填5啦。咁亦都有啲同學咧係唔知發生咩事，就求其撩個數字落去就算啦，即係撞咯。咩叫做變咗6萬，跟住星星代表咩？佢唔知咩嚟嘅，咁啊填4或者3呢啲咧就唔啱嘅。咁所以你要理解到呢條題目問緊啲咩咧，基本上就次次都啱噶啦。因為佢問嚟問去都係嗰啲嘢，佢可能即係改一改啲數字，又問你取近似值至萬位定係10萬位。咁無論佢個數字幾大咧，你都只需要數翻個位，再睇下後面嗰個數字咧，需唔需要令佢四捨五入。咁所以呢個 KO 咗啦，寫唔到添。係啦，呢度就係5啦，最少。跟住咧，又睇一睇下面啦。佢話梯形嘅面積，即係呢個咧就唔係話careless mistakes 嗰種錯，即係話冇睇到最少呢個字啊，或者唔係好明個題目問咩，就求其撞一個啊，或者係概念啱。不過咧，即係6、7、8嗰啲都啱噶嘛，都會令到佢變成6萬。不過唔係最少，即係就唔係錯呢款。下面呢條咧就係倒翻落去先，錯咧一啲，佢可能唔識
逆向翻咁諗條式點樣列啊？咁因為咧小五下學期開始計方程式咧，如果學咗之後咧係會方便少少嘅，但係亦都有個情況就係小五下學期有啲同學就算學咗方程都唔識應用翻出嚟嘅。咁所以講下先，有兩個方法。如果上學期初期學咧，可能10月份學梯形面積啦，咁未必即係應該話大部分同學都唔會有可能識用方程式噶啦。咁我哋咧就可以求其作一個符號啦，譬如你話方程即係梯形嘅面積係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二就係60啦。跟住方程式嘅好處咧，就係你其實可以直接將呢個唔知乜嘢嘅上底咧，代一個英文字母落去幫你自己計嘅，計得方便啲。咁但係未學之前咧，上學期個個都係咁噶啦，要反方向咁諗翻。其實咧都係方程式嘅一個概念嚟嘅，只不過你唔知自己係用緊呢個方法咯。因為方程式都係咁計嘅，你設咗一個代數之後咧，你後面嗰啲步驟全部都係反方向咁諗翻嘅。咁我哋呢度咧列式就係調翻轉啦，睇下睇唔睇得明先。通常錯係因為咧有啲同學唔識得用呢個方法，即係60呢個面積乘翻2先，再除翻6，再減翻12，就係答案啦。咁就係8，簡單嘅加減乘除。但係譬如初學10月份，未係好熟嘅時候，首先你背熟個公式先啦，即係公式都唔識就唔使玩啦。咁咧，你個公式識咗啦，你又要喺個算數度構思咗先。你如果呢個係一個長答咧，就直頭要列埋粉紅色呢條式出嚟嘅，先有齊晒4分。如果冇嘅話咧，即係短答呢啲咧，你就呢啲全部喺算數度計就 OK 啦。咁即係話你咁樣反方向咁諗，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二等於60咧，即係話60乘2除6減12就變翻8。咁識咗個方法咧，理論上就完全唔難嘅，因為都係嗰句普通嘅四則運算。咁你諗下啦，基本上小3、小4都學晒啦，新嘅純粹係公式咯，即係圖形面積嘅公式。所以呢個咧，通常錯都係唔知發生咩事搞到計錯數，或者亂咁計咯，或者唔識反方向，諗下就呢度啲次序調轉咗。有啲同學就係咧，佢會無端端60減咗12先，跟住又唔知點樣除翻3定除翻6咁樣嘅，總之搞到好亂。咁所以跟住我呢個方法就 OK 噶啦。你驚亂咧，逐樣好似你本來向前行咗1、2、3、4，你調翻轉諗咪4、3、2、1咯。係啦，咁又可以參考下啦。跟住呢個又係啦，都屬於係常見咧，試過有錯誤嘅題目，又係唔同嘅錯法都有嘅。咁先講咗個正確方法先啦。首先咧，下表顯示跳高，揀位先。跳高比賽有4位選手啦，誰人的成績最好？咁文字題咧就係有個複雜性噶啦。你計得啱計得叻係一回事，仲要加埋你係理解到個題目究竟問緊你乜嘢。即係數字嘅嘢咧，永遠唔係最重要嘅。你數字啱咗都可以個答案錯嘅。咁所以呢度佢係問緊你，首先你第一部分要做嘅就係對比晒啲分數邊個大邊個細啦。咁起碼你呢度唔可以計錯先咯，即係又係嗰句啦，你計錯咗就拜拜啦。咁就 LCM 兼且咧，希望就係熟咗之後唔使再依賴呢啲短除法啦，因為呢啲好 BB 嘅咋，即係你小四初先需要咁樣去慢慢磨咯。你小五即係啲嘢分秒必爭，你仲喺度慢慢逐個用短除法咩？應該咧就要練到咧一睇就知哦，5同4同10就係20係 LCM 公倍數，跟住就好快就可以蓋到份啦。10乘2，跟住7乘2。
如此類推啦。即係五四中20，三四一12，跟住四五中20，三五15。好，咁就一目了然啦。兼且呢個部分咧，應該呢啲咁嘅短答，你30秒就要計完呢度噶啦，即係唔係慢慢磨喺度咁樣慢慢，跟住呢度又搞一大輪，都過咗成分幾鐘，咁你就慢人一步噶啦。即係人哋都可能做緊下一條啦，你仲喺度，呢度都冇咁多時間俾你做，得1分鐘嘅啫。好，咁跳高嘛，跳高梗係越高就成績越好啦，所以就係最大嗰個就係 B 啦。好，咁咧常犯錯誤通常係啲咩咧？有兩款啦，我拆咗呢度先。有啲就係咧，佢基本上通分母都通錯咗。咁嗰啲分母嘅大細咧，其實係寫錯咗個數字嘅，咁所以就對比起上嚟一定係有出錯啦。無論係揀最大定係最細嗰啲答案。咁但係另一種錯法就係咧，呢度還好，呢度跳高咧，都有同學試過係答咗最少嗰個數字嘅，因為佢會記錯咗咧，即係你成績最好就係最短時間，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咧，呢度其實係計緊個長度啊 M，咁所以咧，尤其是個比賽性質係要越高越好咧，即係嗰個數字越大就越好嘅，所以就係 B 啦。有啲同學係揀咗 C 嘅，佢當咗係好似時間咁，越短就越好。咁呢度又要留意啦。咁但係調翻轉啦，如果有啲題目咧係問緊一啲有關速度嘅比賽咧，譬如游水啦、賽跑啦、短跑啦，即係舉個例子啦，或者單車比賽之類啦，或者賽車啦，即係求其作一啲啦。咁佢如果話成績最好咧，你就係要揀時間最短嘅。咁喺嗰啲性質嘅比賽咧，就真係個分數越細咧，呢度應該個單位係時間啦，可能係秒啦，或者係分鐘啦，即係分鐘、小時、秒嗰啲，咁就會係 C 嘅。咁即係我想係借呢個題目講下咧，通常呢類題目嘅常犯錯誤咧，如果係數字計錯已經算係好表面噶啦，因為你連數字都計錯，即係一定錯啦。咁但係就算數字計得啱咧，你仲要睇埋個文字嘅理解，佢究竟係問緊咩性質嘅比賽咯。同埋你見啲老師咧，去設計嗰個題目嘅時候都係特登嘅。佢點解唔直接問你邊個嘅高度係最高咧？點解要用成績最好呢4粒字咧？就係想考下你識唔識理解點樣分析啲數字咯。咁如果佢出個速度，點解佢唔問你邊個跑得最快？咁邊個跑得最快係人都知最短時間啦。如果佢用成績最好，即係想測試下你有冇留心跑步或者速度嘅成績最好就係咧最短時間。咁咧，如果跳高跳遠呢啲咧，成績最好咧就係最長時間，最長嘅高度或者係長度。係啦，咁所以呢度就要好小心。咁你見到佢個問題咧都設得幾好嘅，即係點解咁講咧？你譬如如果呢啲咁嘅分數比較，佢點解唔直接俾個數字你，跟住話呢4個分數邊個係最大或者最細咧？因為你咁樣問法，咁個個都100分啦，佢就係要考下大家嘛，所以咪作一個文字嘅情景咯。咁所以點解話咧？你熟悉咗啲題型咧，理論上你下次再見到相似嘅問法，你已經攞到個竅門啦。就係佢無論係問緊你速度嘅比賽定係高度或者遠嘅比賽，你先要搞清楚嗰個比賽性質，究竟點樣去揀最好嘅成績，先至咧會寫得啱嘅。即係計得啱係第一步，仲要理解埋正確嗰個答案。好，咁咧又輪到另外一種咧，分數嘅文字題啦。咁即係話我哋而家講解緊嗰啲，即係等我一陣，係啦。
我哋而家講解緊嗰啲常犯錯誤嘅題目咧，主要都係小五上學期好初期嘅一啲課題，即係嚟嚟去而家暫時就係講緊分數啊、圖形面積啊、一啲多位數。咁唔同嘅課題都會有，即係佢問嘅題目類型咧，邊啲位係容易出錯嘅，即係純粹係想講翻呢樣嘢。咁所以份數嘅題目咧，應該大家過咗一兩個月之後咧，呢種題目就要熟晒㗎。因為咧小四仲係咧同分母份數加減啊。咁你呢個係二分母。好，咁我哋睇下咧個技巧係點啦。即係呢個絕招咧，我都經常性提咗好多次啦。就係好多時咧，同學一睇呢啲題目咧，明明小四識做嘅嘢咧，或者唔好小四啦，小學三年級都識計嘅數咧，升咗上小五之後咧，因為佢變咗分數，突然間變咗唔識計，唔識列式啊。咁個原因就係咧，大家一見到分數咧，個頭就開始亂噶啦，即係開始頭暈啊。咁有咩方法咧？首先我哋要揀低啲關鍵字先。昨天用咗咁多小時上課，咁多小時閱讀，咁咧，但係做運動咧，比閱讀少咁多小時。佢而家係問緊啲乜咯？即係先唔好俾佢擾亂咗先。佢係問緊咧，上課比做運動多用。咁即係我哋要搞清楚先。我哋而家要比較嘅嘢咧，就係你上堂同埋做運動嘅時間相差幾多啊嘛？咁係咪咧要搞清楚做運動係幾多時間啊？咁又有另外一個難題咯。有啲同學咧係唔知道點樣列式，好混亂啊，覺得即係邊個比邊個多，邊個比邊個少嗰啲咧。你可以用1秒鐘咧，即刻做一個整數先，就係咧你三年級已經識計噶啦。譬如你5個鐘上堂，2個鐘睇書，佢話咧做運動比睇書閱讀嘅時間少咗1個鐘喎，咁係人都識計啦，係嘛？你做運動咁咪比佢少1個鐘，咪2減1咯。跟住呢度咧就會係5係上課嘅時間，再減翻呢度計完嘅答案。咁但係份數咪其實係一樣咯，就塞翻入去先。咁但係呢度咧，我先講一個正確方法，再講咧通常同學錯啲乜嘢。首先呢度係做運動比閱讀少咁多小時，呢度係咪做運動啊？呢度就係上課。咁如果呢個比呢個多用幾多時間，係咪減啊？咁但係大家可以睇下咧，如果就咁寫有咩錯咧？其實咧，原來我哋係要加翻個括弧先係正確嘅，因為如果你就咁減咧，你就會根據嗰個順序嘅次序，先減咗呢個，再減呢個係唔啱嘅。你係要呢度減完之後，再俾前面個數減。咁所以經常咧見到同學錯，只係錯呢樣嘢啫。就係佢除咗有機會列錯式，因為睇份數睇到好頭暈之外咧，列錯咗嗰啲加加減減或者次序啦。就算佢列得啱咧，試過有同學就係冇，即係都唔少啊，係冇整個括弧落去。佢寫完之後自己都唔係好記得咧，原來呢度要減咗先，先係正確答案俾佢減嘅。咁就照計一次啦，個正確方法。呢度要練到咧，心算都已經通到分母啦，即係冇咩可能唔識啦。後面呢度2減1，呢度2減1，即係應該眯埋都識計噶啦。如果過咗1個月之後，跟住咧，即係過咗1個月嘅意思係大概9月尾10月份咁嘅時間啦，或者10月中啦，因為而家就係8月啊嘛。咁如果你10月都就嚟測考咧，起碼10月中會有測驗啦，都未識計呢啲咧，咁就好大鑊噶啦。咁咧5同4通分母又係試下心算啦，4中20，
咁唔夠減咯喎，咁又借位啦，呢度4由20分之24，咁搞搞下就會計到啦。咁所以經常性都見到同學咧，如果會出錯嘅同學就係錯呢樣嘢。咁大家唔覺嘅，因為而家聽就覺得，即係都明啦，點會錯呢啲嘢啊？但係到你真係考嗰陣時咧，寫下寫下就會遺忘咗噶。咁所以呢度要經常性提自己咯，就係靠平時咧，你作定一個整數落去就一定冇死。即係話你慣咗用翻小學3年級嗰個程度去諗一諗個列式先，都係用幾秒鐘噶嘛。咁你3年級都知你係2減咗1先再俾5減啦，你唔會5減2再減一噶嘛。咁所以咧，係咯，即係5減2再減一，咪唔啱咯。即係2減1再5減1咧就係4啦。咁變咗呢度你就會識得咧用括弧。係啦，咁如此類推啦，即係話呢度暫時咧抽一部分見過同學有錯過嘅，但係因為錯嘅唔同嘅類型實在太多啦，即係咩錯法都有嘅，所以我哋會定期更新一下。譬如間唔中又再邊啲試卷唔同小學出過嘅試題咧，同學嗰啲卷係錯過啲乜，或者上堂啊做功課明明話明晒，但係又經常性會出現嘅錯誤咧，我哋都會不停咧去提醒大家嘅。係啦，咁呢度咧就講到嚟呢度先啦，之後會再更新，即係可能咧過咗初期啲題目又有新嘅課題咯喎，咁嗰啲課題又有咩常犯錯誤咧，就會再話俾大家聽嘅。